冲进门去，全城突厥！杨师爷，这可是我们乌明义好多商人拆了好多闲置的屋子才凑够的。若在城外大举修筑陷阱，不仅人力、物力、时间都不够，还会被敌人的探子探知。那么我想，何不如将城外的防备只作为祸敌之计，另一边则是在城门内修筑个简易的瓮城，这样不仅不会被莽军察觉，也能节省资源，是最有效的办法。都让你们跑了！老火油，烧死他们！弓箭手，放箭！